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聽3分鐘港股財經大事，一個由 AI 自動生成嘅每日盤後分析。而家係2025年7月2日嘅香港時間下午5點。恒指今日再衝高啦，升149點，收報24,221點，係3月底以嚟最高收市位價。連續2日做好，幾乎全線板塊都升，尤其係消費股、科技股同地產股帶頭跑贏。大市氣氛幾好，早段成交仲有成2402億銀，算係交投活躍價。講到焦點板塊，新能源車真係威水啦！寧德時代 CATL 繼琴日爆升之後，今日再飆9%咁誇張。理想汽車同吉利都跟升3.8%同2.26%。另外金價向上推咗紫金礦業單日彈2.74%，連華潤建材科技都抽高5.36%。資源股真係硬淨啊！科技股普遍有得升，但都有部分受壓，搞到恒生科技指數微跌0.64%。醫療股就溫和啲，藥明生物持平，翰森製藥升1.68%左右。點解個市咁強勢？首先係大摩出報告唱好中資股，話見到結構性改革、關稅談判有進展，仲有企業盈利改善，即刻撐起成個氣氛。仲有北水持續掃貨，恒生科技 ETF 二方達近2星期規模多咗4.11億人仔，淨流入2.56億，明顯有資金偷步。重磅股騰訊都唔執輸，今年密回購累計365.4億銀，真係落足本撐自己股價㗎。不過都要提風險位。大摩同時警告中國通縮陰霾可能拖到2026年，加上美國期指插水，搞到有投資者心大心細。聯儲局利率政策未明朗，都窒住啲外資手腳。仲要睇實今晚美國出嘅非農數據同中國通脹數字，隨時影響大市方向㗎。展望聽日，中信證券話宏觀環境改善 ，AI 技術突破同市場結構優化，會撐住港股下半年表現。短線要留意緊中東停火消息會唔會搞到油價波動，同埋加進投資國際等公司出業績。記住啊，個市企穩24000關口好關鍵，但都要提防美股波動同通縮風險殺個回馬槍㗎。本節目內容由人工智能技術全自動生成，只係提供資訊同埋教育用途，唔構成任何專業財務、投資或法律建議。